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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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麦克风试音，喂喂喂喂，有吗？喂喂喂喂喂，麦克风试音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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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。
兄弟平安，真欢喜可以当主席伫遮。今日当来，这是上帝的恩典啦吼。疫情好啦吼，所以咱虽然烦恼有啥紧张，但是咱依然来到上帝面前，三脚来敬拜。咱今日开始嘛有网络的直播啦吼，所以有人对电视可能会当看到咱吼，所以咱大家来抵，这是一个无共款的聚会方式吼，毋是停止聚会，是一个无共款的聚会方式。好，咱三脚阿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你是恩典的上帝，你是疼痛的上帝，你也是公义的上帝。虽然外口疫情发酵，阮心内有所紧张，但主求你甲阮得地。主求你透过这来教示阮所要学习的功课。阮人是毋是骄傲？阮人是毋是自高？阮人是毋是除了家己以外，看无其他的事物？主经过一届的风波，求你搁一届，互阮来学习你所要教示阮的。主这时，阮也求你，甲所有伫前线、伫战斗的医务人员做伙，想使因智慧，想使因能力，来控制这个疫情。这时，阮也要伫遮搁一届摆设阮的祭坛，要来求救你，要甲主搁再和好。主求你这时甲阮得地，大家普天的凡也奉你的名，组织的三甲地地。阮安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大家平安。我想这个时阵讲到平安，咱大家应该是有无共款的感受啦吼。伫普通时真平顺的时阵，平安是咱基督徒的请安。即摆平安的意义可能更较大。咱的就报的最后一面，就是咧讲咱即摆大灾节期的，咱传道甲咱写吼，做条种第四主日啦吼。是爱这个时阵，就是拢爱忏悔、认罪时阵啦吼。因为过2礼拜，咱主耶稣都为了咱要来受苦难、受死，所以伫即款外面疫情遮尔恐怖的时阵，咱会通体会讲，当时主耶稣要受钉死的时阵。迄段时间，学生的惊吓嘛共款啦吼。伫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开始有咧记载讲，受难了后，就是7日的头1日的暗时，耶稣已经受难，已经搁活，学生还搁真惊吓，还搁无平安。所以呢，当因咧聚会时阵，耶稣怎样入来？我想咱真熟啊。耶稣讲一句话，互这学生心内拢怎平静落来，平安落。伊讲：愿恁平安。这是何等快乐、甲祝福的话。我想咱这时阵犹原爱有即款，望耶稣基督，咱上帝甲咱讲：愿咱平安。愿咱平安，就是耶稣有救军，耶稣有临在，才有平安。所以咱来唱今仔日的圣诗281首。上帝即是临在，我想只要上帝临在，伫什么所在，无拄拄就遐尼济啦吼。来，咱来听琴一遍。来，第一节。You
三节。困求万好万头，亲亲我心焦头，只可寻主主的疼爱，亲像现在皎皎，那里传来莺谣，我万我乐祷告陪伴，圣经高远外，万国为主领导，我的宣会在是上帝若临在，你心内就平安。咱搁来看另外一首，咱礼拜要念的吼，612首。境遇好歹，变化无定。有的圣诗是讲境遇好歹是主所定啦吼。无论好是歹，无论顺境逆境的境遇，上帝拢有甲咱定着啊吼。来，咱来去，咱拢真熟，旧的圣诗咱拢常常唱啦吼。来第一节，境遇好歹，我无定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天父是你稳当的名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到日的路，到日出路。这逐节的头前一句了后，拢有甲你讲，上帝在照顾你。第一节讲，境遇好歹，变化无定，甲咱讲，上帝在照顾你。第二节，为主做工，拢免失志，上帝在照顾你。店主是下，稳当免惊，上帝在照顾你。路途坎坷、危险的迄时，上帝嘛在照顾你。所以上帝的照顾是逐日照顾，逐日带路。只要你甲有好的结连，我相信上帝拢在照顾你。咱来唱第三节。无论拄着何苦试炼，上帝在照顾你。主起路免压线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到日的路，到日出路，上帝在照顾你，照顾你。好，咱搁来看隔壁首613首。这首真侪人爱吟，伫真侪聚会拢爱吟这首诗吼。啊，这咱旧的圣诗是伫347首，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好见。咱的生活，咱逐工所拄着的，无一定拢是伫清净好见尔，嘛有伫沙漠旷野的所在。总是呢，这看起来真有信心的话啦吼。这副歌讲，免烦恼心平安，我靠主，免烦恼心平安。检采我小介绍这首诗，有真侪人可能拢捌听过啦吼，拢知影这个故事吼，拢迄这个作词是何立修芥子史佩佛这个作者吼，伊歌词。伊是这首诗是经历过真侪艰难困苦所写出来吼。
这作者是住伫出生伫纽约，伫芝加哥呢做律师，所以伫遐趁真侪钱，财产嘛真侪，所以无拍算1871年芝加哥大火，芝加哥大火时，家己的财产拢烧了了，拢无半项。当然伊律师，所以开始佫职业啦，开始佫营业。总是呢，佫2年了后，伊的太太带4个囡仔，坐船要去欧洲，伫船顶无拍算，船去烧浪怎沉落去？敢若因太太互人救起来尔，4个囡仔拢伫海底。所以10天了后，因太太到英国了后，敲电报甲因先生讲的时阵，讲只剩我一人啦，讲剩我一个人尔。伊就赶飞去英国去接因太太。这个时阵呢，有一个真出名的报道家穆迪呢，穆迪嘛伫英国，去看因，因为穆迪是甲因迄个4个囡仔，穆迪伫芝加哥咧报道的时阵，因4个囡仔信主受洗，就是穆迪甲受洗，所以印象真深啦吼。所以穆迪要安慰的时阵，伊看到时，伊看到穆迪牧师的时阵，甲伊讲。我靠主免烦恼，心平安，所以才这首诗啦吼。我想这个作者咱看下，咱印象改成这个故事改成约伯记的约伯嘛，差不多要共款啦吼，嘛是做这款情形，但是伊嘛是上帝所想事的，上帝摕去，就是应该学落的嘛吼，共款意思。这款信心遮尔大，所以这首诗是激励咱讲，我靠主心平安，唔通敢若安尼自己嘛惊吓地去安尼尔吼。像你若信心无够，检查会啦吼，但是爱去祈祷啦吼。咱来唱这首啦吼，来613首，咱搁来复习一遍，这咱真熟啊吼。来第一节。有时咱经过你的前前后地，就把进去。有时咱拄着我流汗了水，那经过容颜飞快，免烦恼，免烦恼。第2节。第3节。
副歌，副歌再一次哈，副歌。人欢乐，心平安，我国中人欢乐，心平安。望咱时时倚靠主，咱就变欢乐，心平安。就是咱来安静心进入今日礼拜。我要夹把黄山，我的房山对倒落来，我的房山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，保守你的，的确无拄面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，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世时一到永远。咱吟圣诗，圣诗309首。圣诗309首，福乐关灵上主，拆除惊吓围墙，自集同心成做一家，无论远近跋涉，无论基督。十架，互咱和睦。圣经309首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这是咱来用主的祈祷文做咱同心的祈祷。主的祈祷文，伫周报的第7面嘛有吼。阮伫天里边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一直行，伊地灵亲像天里。阮的一日，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错，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，无得是阮的一切，又叫阮脱离你的歹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做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是咱来启用。圣诗后面启用文第58篇，启用文第58篇。圣诗后面1103页，也就是罗马书第8章。启用文第58篇，免着咱三甲来启用。关于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。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？那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伊已经死，搁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搁活。啥人会当测定基督对咱的疼？是迫害，是妖恶，照圣经所记载，阮互人看做得要杀的羊。因为我也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现今还是将来的，拢会当测定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请过来吟圣诗281首。圣诗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，大家同心敬拜，伫主面前虔诚服侍。上帝伫圣殿内，大家恬静礼拜，心肝专一，敬虔跪拜，为真拜上帝，宣告你免挂碍，无老你到万代。圣诗281首，再来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。咱即是来同心来祈祷。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，记着你的保守看顾，伫武汉肺炎疫情威胁的下面，阮有侪惊吓、恐慌、不安，咧四围围阮，总是互阮永远会通安全来到圣殿敬拜落你。为着这，阮要搁一摆感谢你，亲爱的主，宇宙万物拢是你创造，你派人类来管理，有万物拢降服伫你的脚下，总是阮人辜负你的交托，骄傲自私，互你所创造美好的世界一直受破坏。求你赦免阮的过犯，用耶稣基督的恩惠怜悯阮，实现拯救伫阮中间。即届世界疫情的大流行，阮恳求主赐智慧予全球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，帮助因伫即个武汉肺炎病毒传播的时阵，会当做出正确的决策，互疫情受到控制，无搁摊开。想做因有公义、好怜悯、甲谦卑的心，保守因每一天的精神甲体力拢有够通用。全能的上帝，你捌应允赐能力予野善的人，加添气力予软弱的人。目前各地第一线医护人员无眠无日，一直受感染的人，直到身躯野善，抵抗力降低。求你施恩保护因免受病毒感染，帮助因保持身体健康，使因每一天所需要的气力。使人平安的主啊，只有你会通除去阮心中的忧虑、不安。求你帮助病毒的疫苗会当紧紧研发出来，互疫情会当早日受到控制，互人的心归回平静安稳。搁一摆，互世间人知，你是伊的掌权者。阮人应该着谦卑伫你面前，专心仰望你。亲爱的天父，阮将阮的祈祷甲恳求摆咧伫你面前，求你应允阮的恳求，接纳阮的悔改，互阮伫你的照顾下面有喜乐、平安。上时，阮要为着阮教会中病痛兄姐来祈祷，求你医治安慰的手无离开因，心神软弱的坚固因的心，保守因的心怀意念。阮将今仔礼拜恭敬仰望你，求你赐福感纳，安尼祈祷恳求感谢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来看上帝话，圣经第一类记载伫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，新约圣经台语和日本是伫175面。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，现在我来读。第5章第1节，虽然已经对神称作义，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，我可以对神来入伫现今所大的恩典，佮仰望上帝的荣光来欢欢喜喜。毋安尼，就着患难也欢欢喜喜，因为知患难生出吞忍，吞忍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仰望。第5节，也仰望无至到见效，因为上帝听对所想事咱的圣神来灌压咱的心，因为咱腰骨软弱的时，基督到其体有罪的人死，因为体义人死的，无得有体好人死的，检彩有人教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，因为咱腰骨罪人的时，基督替咱死，何况咱已经伫伊的血得到称作义，要对伊得到救，免得遐个受气啊。第10节，咱若腰骨罪对敌的时，对伊的囝会死，得到甲上帝和好，何况已经和好，要伫伊的我得到救啊！毋安尼，咱现今已经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和好，就对伊也掠上帝做通夸口。请咱过来看一位伫旧约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第7节。旧约圣经头前77页，出埃及记第7章第1节到第17章第1节到第7节。现在我来读第1节，以色列人全会趁耶和华的命令，照路站对神的旷野进前行，伫利非顶扎营，百姓无水通啉，百姓就甲摩西计较讲：阮有水通啉。摩西甲因讲：恁啥事甲我计较？啥事试耶和华？百姓伫遐真喙焦，爱啉水，就爱阮摩西讲：你啥事带阮对埃及上来？互阮甲阮的囝儿、阮的前生拢喙焦死啊！摩西就求告耶和华，讲：我对这个百姓要怎样做啊？因差不多要用石头钉我。第5节，耶和华甲摩西讲：你做百姓的头前行，带以色列的长老几若人甲你去，你的手着举前日拍河水的管仔，看我要徛伫你面前，伫河烈的石盘顶，你拍迄个石盘，要有水对遐流出，互百姓啉。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，伊名迄个所在叫玛撒，搁叫做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计较，搁因为因试耶和华讲：耶和华伫阮中间，啊无以上。这是咱听圣乐伫献诗，咱即献的诗是圣诗第563首，
正诗563首。接下来请本团的讲道，再去第一幕是屯论老年5万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大灾这期第4个主日，嘛是咱台湾来抵抗武汉肺炎的攻击，来进入最严酷的2个礼拜的时期。毋望咱抱着虔诚、献祭、认罪悔改、祈求赦免的心情。搁谨慎细腻，预防传染，求主保护的愿望，来领受今仔日上帝要赏赐予咱的旨意，甲恩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伫阮的大灾这期，伫阮抗疫进入上界要紧的时期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搁允准阮通来到你的脚前来敬拜你。阮抱着虔诚、悔改、甲感谢的心，来感谢你，感谢你伫开始抗疫以来，拢总的保护甲照顾。阮恭敬仰望。将线接的信息的分享，求主保守带领，恳求天父开阮的心，开阮的眼，开阮的智慧，引带阮通正确明白，你伫即个要紧的时刻，要带阮伫头前，阮着行的道路。
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，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今仔日要透过罗马书5章第1节到11节，甲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第7节这2段的经文，要来反省咱的信仰的态度，要来检查咱的信仰的内容，特别这个大灾这期，家己抗疫要紧的时期。咱伫今仔日出埃及记的经文中间，咱有听到以色列人在试探上帝。伊讲，上帝敢有伫咱的中间？这是伫因照着上帝的命令，伫旷野中进行，伫来到这个非律定的所在安宁作济的时，因为无水通啉所发生的代志。无水通啉了后，因就甲摩西计较，甲摩西争吵。伊讲，互阮有水通啉。摩西甲因讲，啊，你哪会甲我计较咧？你要安怎哪会使来试探上帝咧？因为人民因真喙焦，想要啉水，因就甲摩西抱怨，讲你哪会带阮出埃及，互阮甲阮的囝，佮阮所饲的精生，拢喙焦甲得要死。因就质疑讲，上帝敢有伫咱的中间啊？伊的意思是讲，啊，无哪会互阮遮喙焦甲得要死？即时的摩西是伫火烧的刺皮中，领受了上帝的呼召，带领以色列人经历上帝济济神威的大典，包括伊降落伫埃及的10个灾难，佮渡过伊杀死埃及人拢总的头上仔囝的第一个搬过节，佮分条火条带因过红海，佮赏赐玛纳佮盐樽，互以色列的人无去枵死。以色列的人会领受摩西。对摩西来讲，伊认为经历了上帝遮尔多的新约甲拯救了后，伊的人民要哪会阁来质疑？要哪会阁来妖疑？要哪会阁来试探上帝讲？上帝有伫咱的中间无？所以这是伊袂当你了解，上帝已经对咱遮好啊，啊哪会搁咧抱怨，搁咧埋怨，搁来甲我伫遐计较，搁来甲我伫遐咧争吵。即时的摩西，伊非常的无奈。伊就求叫上帝讲：即摆我对遮个人民着安怎做才好啊？因差不多得要用石头甲我钉啊！因为喙焦，因为着急，喙焦甲得要死，所以咸要挡袂牢。咱应该当了解即句话的紧急。正人的面头前，咸要互用石头钉，迄个心情，这就是即摆的摩西。上帝听了，甲伊讲：你做入面头前，你带几个
以色列的长老，甲你行伫头前，恁做伙去。你啊手举迄支进前你拍河水的水变红，救恁离开埃及的迄支管仔，甲你做伙行。你着注意看，看我会徛伫你的头前，看我要徛伫好丽山的石头的顶悬。你用管仔来拍迄个石头，迄个石头就袂有水流出来，要大家来啉。那摩西就伫以色列的长老的面头前，照上帝的吩咐，安尼做。啊，你们嘛，得着水通啉。这件代志了后，摩西甲这个所在，伊叫做玛撒，啊嘛叫做米利巴。玛撒的意思是试探的意思，米利巴的意思是计较、争吵、争论的意思。因为以色列人甲摩西伫遮咧计较，伫遮咧争论，咧甲伊讨水，讲阮无水通啉，你着爱互阮有水通啉。佮因为因来试探上帝，讲上主有伫咱中间无，所以虽然伫摩西亲身的带领，佮上帝常常拯救，伊在拯救当中，虽然对人民佮做较好，做较济，不过以色列的人嘛是要过来争论，嘛是要过来埋怨，要来咬argu要来试探，无法度来完全信任摩西，嘛无法度全然来信靠上帝。伫遮，咱就看到以色列人因信仰的态度，甲因回应上帝的救恩的情形。那么咱继续来看即摆武汉肺炎瘟疫的疫情，因为一开始的隐瞒，造成了这个病毒伫第一期间内真快速扩到全世界，真侪国家的政府因拄开始拄到这个疫情的时，骹麻手臂，无要无紧，无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预防这个病毒的传染。等到病毒拓开了后，已经无法度掌握啊！这个疫情已经失去了控制。那么全世界人，即马拢面对着非常严峻的挑战。本来以咱的财物、国家甲政府设立的目的，是要保护人民，要保护人民对抗外来的攻击甲伤害。这个病毒的攻击，当然嘛是国家政府必须要把守的责任。但是较接看到的是，政治人物也是政党，为着个人甲政党的利益来争取、来征战，较少为着人民的要紧来拍拼。目前的疫情已经是全世界大流行，面对这个情形，实际的是各国的政府。但是受苦受难的是各国的人民。当然，世界各国的情形不同，
有个国家做了较好，有个国家做了较歹。不过不管因个国家是做了较好还是较歹，人民无选择的机会。对集权的国家来讲，你若要选择，你除非就起来革命，反抗政府。那么对民主的国家来讲，做了无好，就是咱下摆选举用选票甲换掉，换做歹的人，互较好的人机会。以台湾来讲，咱即摆防疫的工作，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。虽然咱暂时有150个的确诊，总是咱伫国内感染差不多30几个、30-40个。这个是昨暗的数字，我毋知影早起有公布。即款的成果，互真侪世界各国的研究单位啊，甲其他的国家，拢总要来甲咱学习，要来学习咱防疫的方法。不过，嘛是有人，抑个有人伫遐咧墙后骹批评政府种种的措施。反倒转，咱来看迄个上届大省感染迄个国家，因一开始暗砍疫情，无顾人民的死活。到即马，因宣布因零确诊，零确诊就是无人搁着传染的意思。当然啦，因为因即马无要公布检验的结果，甚至无要搁检验，安尼当然嘛零确诊。毋若是安尼，伊要搁甲全国的工厂要全面复工，因为经济无搁复工，可能国家的发展就受到威胁，生死存亡的挑战。所以人民的确是在叫苦连天，咱伫真侪影片嘛有看到。但是人民是无伊法度，无伊法度嘛，无法度将即个无天的政权来换掉，除非是上帝出手。不过，虽然伫一片的即个欺骗的作为当中，伊的欺骗已经互全世界来受采用。毋过因嘛是有人民相信因即款的白菜的讲法，就若像咱台湾做甲全世界伫学乐，嘛是有人伫墙后骹伫批评、伫计较。嘛若像咱今仔日出来集记的经文当中，咱看到以色列的人，上帝对因搁较好，因嘛是要搁要争论、要埋怨、要妖疑、要试探。所以，咱看到，虽然咱人有选择的机会，但是无一定有选对的智慧啊。咱有通啊选择，但是拢选袂着。较济拢定定是选迄个毋对的，这就是咱的有限，咱的无知，甲咱的欠缺，这就是咱的罪过，咱的犯罪。总是伫即摆，有咧嘛有人咧讲，这是上帝的审判。
毋管人到底有偌尼无知，嘛毋管到底上帝有啥物作为，这拢是上帝的业力，咱无法度了解，咱嘛毋免去了解，咱只有点点甲看，听候，恳求咱的祈祷，这嘛是咱伫这个大灾这期，搁拄着世界疫情大爆发的时期，就要来反省，要来认罪，要来悔改，来信靠上帝，来顺探上帝的旨意的重要的所在，就靠着灵修，咱来对抗咱的瘟疫。这是咱信仰的内容，这嘛是咱必须要去面对的思考。那么上帝爱咱好，但是咱拢做袂好，所以差派耶稣基督来做咱的中保。保罗，伊伫今仔日罗马书的经文内底来教示咱，加强咱信心的方法。伊甲咱讲，既然咱对信上帝，来受到上帝称作义人。对着信，这个信，咱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来甲上帝有更好的关系。咱对着信，通过耶稣基督来进入即马，咱会当享受遮尔济稳定的机会，咱就欢欢喜喜。来望通过分享来荣耀上帝的荣光。毋然安尼，搁伫患难中，咱犹原也要搁欢欢喜喜，因为咱知患难生出来忍耐，忍耐生出来老练，老练生出来望，望互咱无得到失望，因为上帝通过赏赐互咱的圣神，来将伊的疼来灌入伫咱的心内。咱还阁软弱的时，基督就伫上帝所指定的日子，为着咱的罪来死。一般咱所知，替义人来死的无足多，兼且若讲替好人来死的，可能有人会去做。不过，上帝对咱证明伊对咱的疼。是伫咱还阁做罪人、罪人的时，耶稣基督就替咱来死。耶稣基督就已经为着咱来流血牺牲，互咱甲上帝有更好的机会甲关系，嘛会救咱来脱离迄个上帝对咱的受气、甲气愤，互咱脱离上帝的受气，甲上帝更好。因为咱若搁甲上帝对敌的时，伊互伊家己的囝来替咱来死，互咱甲伊有搁和好，
既然咱已经甲上帝和好，咱搁较会因为耶稣基督的活来得到救。毋然呢？咱现在嘛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甲上帝，互咱甲上帝和好，啊嘛通过耶稣基督，互上帝来成做咱的夸口，来成做咱的荣耀。所以伫患难中，咱犹原会当欢欢喜喜，因为咱知影患难生忍耐，就是吞忍，吞忍就生老练，老练就生出愿望，互咱无抵到失去人生的希望。伫愿望中，上帝通过伊所赏赐互咱迄个圣神，灌入伊的听，伫咱的心中，互咱的生命来得到快乐，互咱伫患难中无压榨，互咱伫患难中无惊吓，永远会当用欢喜的心来面对咱艰苦的情，因为咱知上帝甲咱同在，伊是咱随时的保护甲帮助。那患难生吞忍，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就是老神在在，咱就老神在在，咱倚靠主。咱无骄气，咱无摇喘，咱靠主带咱老神在在，因为主要互咱安然自在。那像拄则看到以色列人，因为无水通啉，煞来试探上帝，讲，互阮有水通啉。啊！上帝敢有伫阮的中间？摩西听到无欢喜，就是讲恁哪会使甲我计较？恁哪会使来试探上帝？不过人民无水通啉，喙焦，要来讨水啉，这嘛是正常的代志，这无啥物毋对。摩西的重点应该是讲，恁无水通啉，恁真艰苦，我知。但是毋免伫遐埋怨，毋免伫遐试探上帝，因为一路上，上帝拢有甲咱三角之地，赐予咱满满。就算恁无来甲我计较，上帝嘛是会赏赐互恁水啉啊！对出来及甲呾，上帝敢毋是拢赐予满满吗？啊，恁为虾米对上帝遮尔无信心呢？所以喙焦来讨水，这是对的。啥物人喙焦袂去找水啉？但是毋免抱怨。毋免压榨，毋免伫遐争吵，你着祈祷，因为咱知上帝伫遮，伊甲咱同在。所以讲无水通啉，喙真焦，要啉水，这是当然的代志。但是犹原老神在在，因为咱甲上帝甲咱同在。伊的问题是教育咱用，咱若拄着艰难，咱就放上祈祷，专心听候甲交托。上帝是听咱祈祷的上帝，伊一定会为着咱的艰难有所备办。上帝欢喜的是咱对伊的信心，毋是咱对伊的抱怨。甲埋怨，
那么咱要安怎做，才会当伫抱怨、甲痛苦的中间，真正来培养咱的信心呢？摩西讲，听着讲，互我有水通啉，上帝敢有伫咱的中间会抱怨的时，伊的人生的智慧来到前方，伊煞来要安怎做？伊伫绝望、甲无奈的时，伊来向上帝求救。伊甲上帝讲：即摆我对遮个人民着安怎做较好啊？因差不多伫要摕石头甲我钉啊！即时摩西，伊着无想要用伊家己的气力来甲遮以色列人盘烂，来解决伊目前的难题。伊就举起伊的双手来向神求讨，相信神会帮助伊。这是摩西拄着，咱会使想象，伫迄个旷野，伫遐尼侪人的所在，无水通啉，来甲讨水，兼要摕石头甲钉。迄个摩西啊，伊是啥物款的情况？伊人生的智慧，伊行到前方，伊毋知要安办，伊举手向上帝求讨。这是摩西的做法，这是伊的信心。啊，咱呢？咱敢有法度？伫咱拄着困难的时，通来承认上帝的丰盛是咱最后的主宰。啊，上帝呢？上帝伊一摆搁一摆，来对遮个定定袂记哩恩典的人，来施恩赐福。即摆也摩西甲求救，伊的反应嘛真简单，伊敢若讲：到我叫你去的所在，带遮个长老去，我会伫遐。有一块石头会出水，你着举，你伫埃及降河水迄支管仔对你去，迄支管仔你带以色列的人对埃及出来，迄支管仔你举咧手会对你去。即支管仔是上帝的上定。伊甲讲，你甲降落去，即个石头会出泉。因为即款的讲法，对咱即马来讲，你是毋是想讲，这敢有可能？一支管仔降一粒石头会出水？咱伫经文看到，咱靠着信心，无可能变成事实。水对岩石中冲出泉水，这个水互以色列人支喙焦，伊嘛带来新的生命，啊，甲新的希望。啊，要安怎做？啊，就遮简单。就信靠主。咱是毋是定定来表达讲咱对上帝的信仰？但是咱是毋是无法度去表达出咱对上帝的信靠？咱定讲我信上帝，但是你敢有靠上帝？因为咱是毋是拢无把握？咱是毋是拢无把握讲，
啊，我祈祷的，敢真正拢会成？这咱会使来反省，这是咱信仰的内容。咱会使利用这个机会，咱好好来反省。伫大灾这期，佮伫瘟疫的大流行的时，咱来到摩西的旷野，迄个充满破坏、妖异的旅程，来经历这个真多限制甲属灵的操练，来操练咱伫旷野中，搁较深入来认捌咱的上帝对咱的疼。这个疼，伊要成做咱的帮赞，成做咱的快乐，互咱知上帝伊是咱患难中上介大的安慰，互咱知上帝伊随时甲咱同在，伊嘛是咱伫绝望中最终尾的主宰。特别，伫即马武汉的瘟疫全世界大流行的时，差不多全世界拢伫咧封国啊。求主互咱伫即个患难中，咱犹原还阁有对上帝来的平安，因为咱知影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要生老年。老年要生出愿望，啊，这个愿望要互咱通配合咱的国家拢总的措施的政策，咱毋免惊吓，咱毋免埋怨，咱忍耐，咱冷静，咱老实在在，咱充满愿望。咱全然信靠咱的主上帝，因为咱知，咱的天父上帝，伊会帮助咱的政府，来帮助咱的国家，来保护咱，来平安过渡即摆遮尔大的艰难。咱三角阿头来祈祷。听阮，保护阮的天父上帝。这抗疫最紧急的时期，感谢你引带阮来明白你的旨意。虽然阮真烦恼，毋过阮无惊吓，因为阮知你是保护阮的阿爸爸上帝。总是阮的软弱，阮的欠缺，甲阮的有限，阮需要你赏赐阮困难，互阮面对这苦难，犹原会当吞忍忍耐冷静，老实在在，来充满愿望，来听候阮的艰难的过渡。恳求天父，是阮祝福，互全世界疫情通紧紧来得到控制，互阮的防疫团队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，赏赐因有够个气力，保持目前抗疫的成果。一直到最后的成功的结果，感谢天父，听我的祈祷，献上我的感谢甲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接下来吟圣诗，圣诗612首，圣诗612首，经有好歹变化无定，上帝咧照顾你，念主是咧稳当免惊，上帝咧照顾你，上帝咧照顾你，逐日咧过，逐日带路，上帝咧照顾你，上帝咧照顾你。圣诗612首，请咱记念来吟两首。请坐，就是来奉献。
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报告内先，请咱来念即礼拜的金句。手背第2面，咱来读2遍。金句，看，我要行伫你的面前，伫好烈的石盘顶，你拍迄个石盘，要有水对遐流出。第4面，摩西就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出来。7章看，我要行伫你的面前，伫好烈的石盘顶，你拍迄个石盘，要有水对遐流出。第4面，摩西就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出来。7章下周的圣工分担。领像廖秀兰长老、司理林中和执事、司琴是黄慧月姊妹、献诗杨信仪、苏宪、杨景伦执事甲柯关成执事，交代是柯关成执事甲赵颂莹，音控是曹敏祥甲周鸿邦。拜三甲大间祈祷会，主理是张胜长老，司会是张景伦执事。下礼拜主日礼拜，主理是黄传道、圣经甲圣诗甲启用，拢伫遮，咱甲先看。过来第6面，教会消息报告。头一项，咱教会原来就有即个监视器啦吼，摄影机，有一寡有损坏，所以维修了后，中即个考虑安全的需要吼，所以除了原来修理好了，佫有增设新礼拜堂的地下1楼、到2楼、到3楼的出口吼，拢个出口所在，拢有佫增加。第2是阮来定今仔日下晡的中集的强摄营呢，因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暂停吼，再佫找时间找来举行。第3是咱教会社区的事工老人共餐甲课程吼，因为社会局有通知，本来是到3月底，即摆佫延到6月底啦吼，所以咱教会即个是配合办理。第4是因应即个疫情，咱自会提醒吼，即拢几个礼拜咱拢知影啦吼，就是大家准备口罩啦吼，喙暗若是迄个真当大吼，过来入口所在有酒精的消毒，佫量体温啦吼。若是37度半，咱就爱去找医生，等厝休困吼，暂时就莫参加聚会啦吼。第2就是咱佫算倒转去14天前，咱若是有出国，也是讲无论去啥物所在啦吼，也是咱的亲友有对国外转来，吼，咱就当厝隔离吼，就莫来参加啦吼，莫来参加礼拜聚会。所以咱下骹即咱有迄个线上直播吼。过来就是咱的教会咱的便所男女甲3楼，咱有即摆有准备即个自动红外线的即个感应的解罩机吼，就是咱手准备迄个洗手乳出来吼，所以咱提醒咱讲，咱较接洗手啦吼，洗手。第4点是讲，即个非常时期中间，若是鼓励咱用赖群组联络啦吼，也是讲迄个 FB， 尽量若无代志吼，就较少来出入教会，周间啦吼。过来就是咱聚会所的时阵，咱头仔门拢有拍开，咱有通风，咱的空调咱拢有开啦吼。所以若是有周间的有特别要聚会时，就是伫新堂，还是伫旧礼拜堂吼。咱即个防疫期间的咱即个赖群组的联络吼，咱一共有百几个
摆参加啦吼，咱会当加入，若有啥物消息，咱会当伫即个群组遮来宣布吼，来咱知影。第6点就是咱即摆礼拜拢有线上的直播吼，咱会当用 QR code 也是即个 YouTube 的即个咱的文山教会医护室的即个上网咱来家己来看吼。当然咱礼拜同样也有啦吼。第7点，咱即个防疫的期间吼，咱真需要现在即摆来斗3工。第1点就是拜六下晡的5点到6点，咱2楼礼拜2只，咱的需要消毒吼，喷即个漂白水甲个拭过啦吼，所以咱需要现在即摆来报名吼，来帮忙。礼拜日的即个伫大门口有即个量即个额温啦吼，8点半到9点半，一个吼，华语堂就是10点半到11点半一个，吼若你若感觉有要来服侍的时阵，咱请甲伫外顶落报名，吼，也是伫即个防疫群组内底回应吼。第8点就是暂停聚会的团契吼，就是妇女团契、双年感恩团契，个拜祭暗时的即个读经班拢暂停。恢复时间就去看情形吼，这个通知。过来就是受难日的东山区的联合礼拜吼，本来伫新店教会，咱即届嘛是暂停吼，有参加，所以倒是迄天4月7日迄天的暗时拜五暗时，咱遮有特别的祈祷会吼，受难日的祈祷会，咱会当参加。以上报告。好，我来请介绍新的朋友吼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真欢迎，左正教会苏启瑞牧师来甲咱做伙聚会。真欢迎。高雄哈，好，真欢迎。再今所要念的诗，圣诗391首。我若天顶主宰，圣诗391首。因为煞请由伊录顶落祝祷。愿妖花赐互你，保护你；愿妖花，互伊的面会光照你，赐温互你；愿妖花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